中华沿海南马地有72000公顷，是全台湾上大的。不过，根据农业部的研究，为1950年到达，因为开发的关系，台湾西海岸有58趴的南马地消失去。中华野鸟协会表示，这唔但影响岛礁生存，对沿海养殖产业嘛造成威胁。 生态丰富的南马地，唔但是岛礁重要的生态地，也吸收二氧化碳，保护海岸的功能。但是根据农业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的调查，台湾西海岸南马地700多年来，因为人为开发，消失将近58%的面积。沿海的填海造陆啊，养殖渔业区或者是农作区，所以说它开始就是泥滩地就被填起来，然后变成农田或者是渔温。 所以它面积就一路开始下降。1980跟90这段时间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又开始有提到工业区或者是沿海工业区跟上港、渔港，所以面积又在持续的下降。台湾西海岸南马地面积为1950年代的400多平方公里，到今只剩200多平方公里。目前全台湾南马地面积保留上完整的所在，就伫咧中华汉堡、丰原加落水溪出海口的大城南马地，这毋但是东亚岛礁正重要的休困站，嘛是沿海养殖业、饲鱼、饲鹅重要的营养分来源。 水鸟啊啦吼，就是讲伫咧海边咧活动这种鸟，其实是代表咱人。咱人无可能24点钟去观察讲这身嘛有啥物生物嘛，但是伊伫咧这活动，就是甲咱讲，这有足侪物件，互因通好食。就是因为有通好食，所以这生物会使转做咱生产的一个产品。就是我记咧讲的，中华的蛤蟆、中华的鹅啊。 我嘛希望讲，咱中华海岸即马袂为了迄国家实地啦，就来要来写这个提案，要来处理，今年应该就会当送出去啊！莫甲破坏，紧的甲保护起来，互大家人来使用伊，因为这边是公共财嘛，大家当来使用。 环保团体表示，南马地是地球的生态系统之一，生产力大、生态丰富，佮有调节水量、净化水质侪功能。即阵也当咧申请国家重要南马地，希望会当透过湿地保育法保护这片台湾上大的南马地生态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